呢場係傳統冠軍教頭同戰術新銳嘅碰撞。干地形容拿波里正經歷一個荒謬嘅賽季，而科莫喺法比加斯調教下展現咗極高戰術成熟度。拿波里今季表現好迷失，雖然贏咗意大利超級杯，聯賽排第3，但歐聯早出局，球員體能同傷病都透支晒整支球隊。最新醫療報告顯示，麥托文尼喺對熱拿亞射入世界波後肌肉發炎，極大機會缺陣。喺中場核心全部傷晒嘅情況下，干地可能要逼住用艾馬斯、盧博卡同埋新買嘅維格拉頂住個中場先。科莫聯賽排第6，唔係靠運。法比加斯套4-2-3-1陣式強調中場絕對優勢。核心球員尼高柏斯最近場均評分高達6.81分，貢獻咗8個入球同6次助攻。加上佢哋聯賽延期，比拿波里多咗8日休息，體能佔優。模擬預測顯示，拿波里喺主場統治力雖在，但因為傷病因素，和局甚至0-0或1-1，出現頻率遠高於正常。優勢指數為科莫加0.25。模擬顯示科莫喺90分鐘內唔輸嘅概率高達59.23%。